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6集。我是小张，真歹势，今日要过来讲陈世明博士的代志。其实我真无爱讲伊，但是这位陈博士实在真恶质，食人教教，无甲讲两句啊，实在袂使。小张的节目一向拢是讲台语，但是这摆小张真惊陈博士听无，所以要来讲一句国语，请陈世明博士不要再传讯息给我，请自重，谢谢。陈博士，咱两个不是朋友，搁较无交情，莫来这套，莫骚扰我的生活。小张伫这个所在，先甲你说多谢，感谢。哇，陈博士真看会起我小张，连续2天写2篇文章，拢甲小张有关系。但是小张是感觉安尼啦，见小灯生气是无要紧啦，但是莫牵拖上帝嘛，甲上帝什么关系？这篇文章会使讲规篇拢是粪扫话，小张办段甲你回，但是有2点小张要来讲互清楚。第一，小张要来拜托陈博士，莫一直替我宣传讲我是博士。小张以前捌讲过，我的博士是材料化学博士，甲汉学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所以我无爱讲我是博士，因为加讲加漏气的。陈博士，你真爱讲你是博士，做你讲无要紧，莫牵拖我，感谢。过来，第2点，咱来看陈博士安怎写。而小张呢，就因为来我的脸书无理取闹，被我所封锁了，所以就四处抹黑我。来，陈博士，请提出证明，互大家来做一个评判。根据小张的了解，去互你封锁的人，每一个人的学问拢比你搁较饱，搁较朴。因为你应付袂来，所以你就讲封锁，搁讲人是无理取闹，这就是你的做法。第2篇的文章，陈博士讲我无读册，确实，小张的册确实读无济，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我毋是老师，我嘛毋是专家，我搁较毋是国宝，我嘛无资格教人讲台语，因为我知影讲我的程度无够，我嘛还在学。陈博士有读册，学问较饱，但是有读册是安怎会用写皮，用这个网络用字来咧做文献？这实在是天下奇闻呢。照陈博士的讲法，网络用字若是会使做文献，那安尼踹讲甲挡袂牢，这2个用法嘛拢是正字啦吼。咱即马来看自称是阿明师的陈世明安怎写，白贼话讲几大，哎哟喂啊，实在有够离谱啦！陈世明连白贼都袂晓写，这字白写毋对字，这字规嘛写毋对字，拢总嘛才6字尔，都2字写毋对伊。这种的程度，搁敢自称是专家，是国宝，实在是笑破人的喙。咱即马先来讨论这字规到底安怎写。白贼话讲规大的规，到底爱写叨一字？咱来看教育部安怎写。这字规的意思，就是完全的、全部的。淮南子内底有一句话：规者，所以凡万物也，由依法正人或规。凡万物就是完全的。全部的意思，所以讲规大，是毋是都爱写这字规较合理？陈世明博士自称是阿明师，但是程度到底如何？咱来看白贼这2字就知。伫先前两汉的范围内，咱甲查白贼这2字出来的结果，就是无文献。咱若是甲这个范围改作汉代之后，出来的结果有2摆，表示白贼有2篇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讨论这2篇的文献。第1篇的文献是北宋年间的太平义览，咱来读第1句话：外白贼字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外口已经天光啊，贼人也就是歹人已经来啊。看到这，咱就知影讲这2字意思不对，毋是咱咧找的白贼。第2篇的文献出自《太平公记》，同款是北宋年间的文献。咱来看白甲贼分别写伫2句话内底，根本就无写做伙。干那安尼，咱就知影讲这2字毋是咱咧找的白贼。原来阿明师的程度不过如此，一开始先用网络用字来咧做文献，搁刷落来白贼这2字根本就查无文献，但是伊嘛是敢黑白乱骗、黑白乱写。重点，你敢有去互伊骗伊？小张，你讲阿明师讲陈博士写毋对字，但是你家己敢会晓写？毋敢讲会晓啦，
但是小张会使提供一字，互大家来参考看卖咧。小张要来讲的，就是这个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呢，辩论也、古文以为破字、忠言、批声。伫古文内底有注明是上宾声，比、为、切，读作比。这个字是安怎会使读作白？但朴树若是袂晓，会使来问小张，莫讲甲你教啦，讲互你听是无妨啦。这个字是啥物意思？伫乐篇内底有写宁添也，伫释文内底写望家人以罪也，伫字内底写偏颇也，伫名字内底写白事知其所避。简单讲，就是要甲人欺瞒，要甲人欺骗，要甲人陷害的意思。讲到即卖为止，这个字的音义皆全，即卖敢若剩声调也未讲。这个字的本调是第7调，变调的时阵，就要对第7调变第3调，第3调对应的就是爸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变调了后，就要读作白。讲完白，咱即卖就来讲这个字。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，会使读作擦。两字若是斗做伙，就要读作白擦。声调就是第3调甲第8调，对应的就是爸甲落，爸落白擦，声调就是安尼来的。但朴树的节目，你搁甲看100集，嘛无即款的内容。好啦，小张，咱三话少讲啦。我问你，你敢有文献？当然嘛有，我都毋是单朴树讲。讲了毋对，歹势，失礼，应该爱讲阿明师才对。咱即马来看文献，这篇文献叫做《李氏春秋》，是战国时期的文献，正港的上古文献。咱来看白擦，就写伫这个所在。白擦就写伫上古文献内底，但是单说明单朴树、阿明师永远袂来讲即款的文献。安怎讲？以单朴树的程度来讲，网络的用字就已经算是文献啦。就爱像小张即款的戆人，毋才会来拼硬啊，毋才会来讨论即款的上古文献。即马可能有人会问：小张，你哪会无代无志，甲白擦这两字讲甲遮详细？原因真简单嘛，就是有人讲白擦嘛。啥物人遐无水准讲白擦？这个人就是单世明。咱来看伊安怎讲。伊讲这个字伫空虚字典内底用七煞切，结果咱甲查空虚字典，当时用楚甲切，这就是讲白擦的证据。小张实在想无，白纸黑字写甲遮清楚，无大紧，大家拢捌字，是安怎单说明要伫这个所在讲白擦，到底有啥物好处？自即马起，这个名已经袂用得啊，安怎讲？咱就叫伊白擦名就好啊，谁叫伊要讲白擦？即马我对单朴树的标准真低，就莫讲白擦，莫用欺骗的手段就好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